再来看4月初3大地震了后，花莲一寡囡仔仔拢走位咯，一寡固定的锁仔嘛断去，希望嘛破去，迄边是损失3800多万。农业部补助业者一人30万块，迄回是讲补助上过少咯，帮助是真有限。七星潭定置渔场业者的渔船，等待甲海面的希望浮起来。因为0403大地震了后，固定希望的石钉啊储落去沙位，毋若锁啊断去，希望嘛错甲破去，无法度掠鱼。渔工较紧伫岸顶的补网。海那边有绑那个石块，然后那个就是因为地震嘛，然后就滑了，它就跑边，它就变成全部拉下去了，拉下去网子就被扯破了。经过县府的勘查，花莲县的定置渔业的损失总金额是要4000万，已经到天然灾害补助标准，都是损失到20%以上，会当补助逐户30万。但是对定置渔网一件拢要上千万，业者是有够苦。其实的话，你如果说要分摊给8家业者的话，其实对他们来讲的话，那是属于慰问金而已啦。真的，那些钱的话没有，真的是不够啦。花莲县内的定置渔场拢总有8个所在，主要伫丰滨乡、新城乡和秀林乡，占花莲渔业的产值差不多43%。面对这种补助，业者无表示意见，给了希望中央和地方政府会当斗相共。补助的额度啦，相较于我们损失实在差异太大，所以我们花莲县政府持续的跟中央积极的争取。农业部已经修订了就是农业灾害补助的办法，那目前还可以额外再补助大约25万元。渔会强调讲，目前每一间业者拢搁伫咧整备，除了补网，搁要甲新的石钉仔钉固定伫海底，暗算爱休热以后，才有法度完成规个修护作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